係啊，咁啊1200米執到個二檔係 very good 啦嚇。由今季開始咧，轉咗用步文，點解有咁嘅安排嘅？因為第一佢依家喺4班係負重磅，咁啊布文又好騎師，又係重磅騎師，咁啊如果有機會都係首選啦嚇。頭先咧轉彎嘅時候咧，布文嗰個發揮都非常之關鍵。咁啊關鍵其實係隻10號馬，佢係搶咗出嚟，啱啱喺我哋前面，咁我哋跟住佢啦。咁內欄前面帶嘅又有另外一隻啦，咁啊形成有個好自然嘅搏蝕位俾我哋啦。咁隻馬比較留得好啲啦嚇。咁呢一匹馬咧，其實轉咗馬房之後第3次為你上陣啦。我想問下佢嚟咗你馬房之後咧，個變化最大地方係咩？其實變化唔係好大嘅，最大變化佢係由3班落咗4班啦，咁啊容易係爭取到成績啦。咁好似你咁樣講啦，頭先佢係3班落嚟4班，其實3班曾經都跑近過喎。而家打開勝利之門之後，有冇其他嘅？希望佢升翻上3班，本身嘅成熟程度足夠啲，同埋嚟香港又熟習啲，希望佢盡量爭到成績啦。再一次恭喜晒你，多謝你嚇。多謝。